思乡去。唉，七后生八后生，就伫丧家盼下家，将俩寒天时较寒，也唔会讲啲屋卡做山边绣花。富人家，你做其吃饱，饭碗一条就来过家。归无家，男士有强呀，好事难做。好多爱样的心口啊！无人家，最近此块木唔是看过爱样的婚姻噶。俺用老家老公当电队啊，福都呛呛哦。可宁夏，主接上，吃饱走忙，迄吃饱叫去煮咱人的米煮的啦。 80年前，含有山，做牛做马。啊，叫回来。 俺冇看到。有啊，喺面頭老叫嘅，逃到個大門下，哎呀，上婚人啊，落車咧就唔敢落來。也總學嘅細細個，相良嘅不下。放開咯，上開嚟！係講翻要躺我啦。當衝半夜先見飛要出嚟來呢，哈，天出要躺到冇解奉上係嘛？冇啊，真見，真見冇咧。冇就行較好啊，往出哈，有人會水哦。 你做乜啊？春花無名，了不去。你是啷个了？你边好人呢？俺记得个安部啊，我看几个呢对伢爸跳那骂下去，该因为你有事情，伢爸用本钱时，俺让俺做，俺喊你俺担心我喂，你冇上我堂啊？哎好啊，咁俺就冇去讲咩，反正呢事情咯，是俺两沙的。 哎，我老拍啥讲过？哎，粮食啊，因为俺多了2杯酒，谈唔到个2仙钱，要么就了拍中挑戏。唉，俺咪冇去上咗來啊，因為上班過下好啲喂，冇上到哦，已經講俺魯曼惡霸。俺冇走做得了，俺只走2隻腳，唔通俺話切是嚇人嚟呀。所以唔驚我管他講嘢啊。你又講俺乜㗎？講嘢講係魯班惡霸。俺話到你講俺，係沒有錯後面係兇手誒。 都見你喊俺搞怪啊！俺兩手講不清楚啦哈！你是啷個呢？俺了解喊你了解，你愛了解冇愛了解，你一句話。哎呀，你打算帶幾久呢？好
兄弟哦，我带到你俩唔想你那几讲嘢咧哦，咁就带到我死啊！哎呦，好讲笑，讲正经的啦。讲正经的啊，就带到呢個玻璃牌啊！好啦，此陣已係第幾橋啦，我想你也唔會咩上一場錯啦，啊，一下旱天吼，啊旱，冇乜嘅事，你多啦啱古前古後，啱咪好啦。啱講人差唔多啦，唔過大哥，我有事情嚟問。有冇時間？你心肝多有事情，我是看得出來哦。頭擺哦，唔是挨門，頭來門去就講我聽。你係冇窮樣了，你那個當我呢？唔過我看當真做，你愛也好，冇也好啦，我就聽聽嘿嘿。我唱嚟味道唔好，講實在冇你變下能硬哦。我用乜硬？你現在是最會到錢，你冇想發財咩硬冇嘛嘅？那你未想係發財，我發財係做簡單嘅條路啦。你後生嘅時節就唔係硬想嚟嗬，你係樣啊，心悄悄嘅嚇。係頭擺苦到餓里肚，你乜計就冇係錢意就好。你啊發財咧，有錢咧，有良心咧。我看220年拍過咧。哎呦，220年來，我就冇看到乜嘅做得發財嘅條路。你看到咧，是冇上去做嘅。比如講啦。好好嘅鴉片嘅耳面貌，顛倒過來，你半日是對頭戲貌。唉，乜嘅是對頭？講千山唔明啊嘅是對頭啦。你們個想講嘅係咪窮樣人硬想啊？佢就係硬想啊，所以我就會讓佢顯貌啊。你再子啊，你同我講，你阿細你做得。頭版已經講，我看上色四強一樣拗人啊！按好嘅機會嚴做，啱樣打上嚟。我講啦，係邊樣已經看要邊樣本靠嚴做，唔嘛是這樣做。你講嘛啊？從佢做得壯膽嘛，唔好講埋鴉片人啊！就算係你親人病火，你沒有去，我個門啊！你阿狀態要叫佢從嘅，見到住個2-3隻毛蟲嗰條條啦。我門嚟樣講，咁我就去門看下。至少沒有10幾條毛，嗰10年至少沒有13，跟住3年已經嚟8兩，嗰就有5兩了。這兩5年咪1口，你就有5口。日本邊樣抽1口，你咪還有4口。個建議咧，如果13年時，你願意做得賣8口嘅啊？我講啦，個鴉片又好又快啦，你兩樣來攪下，用片解賣，咁咪進入菜冇乜解。哎呀，我自家冇學鴉片，兩種生意，哎呦，咁做得係。我講你，乜人講搞拍啥些？啊？關於學了雙年頭哦，我係想看啦，唔過我想看啦。阿張哥，你來看乜東西？得啦，用看到眼藥仔啊！嗌來前接通啦，個接通就作當咧，你冇拿人再去拿。我係囉嗦啦。得啦，按量晒交錢是唔拉啦，唔講嗌兩人咯，最好交朋友。講啊，準備按部啊，你老馬上開門啦。乜啊？我坐喺按部喎，我放起來表演，
潛到尿盆咧，我就想哦，愛死講嘅尿，行慢行到死講，我就拄唔掉我呢個門上，我就飆出來。俺兩三兄弟啦，唔老話講，我唔會落劈沙講，我喺落劈沙講哦，我要切台喲，唔講啊，老媽啥叫我入來？你談幾個啦？我倆人是最無膽嘅，落嚟木就有花花嘅。我驚哦，一看到鬼，堵到車咧，暗無頭哦，看唔清楚，我就驚到看個暗角嘅哦，連屁咯我就唔敢帶下啊！懂我說哈？你講啦，你老媽啥強行入來啦？誒，捱忙入來啊！我木就看到要解啊！唔係啦，阿叫叔啊，路條架啲地洞較細上條嘅啦。要叫啊，有啊，我想通咧，倆生意啊做得做，不過有咩參詳一下？雙方嘅講好勢咧，做唔得單挑上就好啊。你說算啦，真的喂哦，我看住你生意做得，你是去那個邊樣毛下來就好誒，我這生意我就老闆嚟啦，你也唔相信咯？你係阿貴股聽嚟我對我自家是當放心哦，我唱係為到你想，你看呢？你隻狀頭你嚟熱，你就存200塊。船頭係用5、6隻裝頭咧，計咯，一嚟嘢1000兩頭誒，啊！俺梁生是大老人家咁講啦，你唔是靠你嘅啊，佢想講嘅哦，根本就冇想搬做，佢想一生意冇下來做，到時啫咯，佢也發財咧，有錢咧，你一幾隻裝頭就談價嘅話，連你看到佢就偷來來，哎呦，你看下啦。你阿片又唔是行水路，又唔是大水啦，你小眼啦！哎呀，做條路啊，冇想到咁順時啦。哎呀，該有名義求你，順時唔順時有乜關係？係邊樣嘅人派人嚟接受，又係邊樣嘅人派兄弟送貨送到也不可以。做生意又唔是你少啊！你呢講嘢係咩嘅賺錢？你這邊人發財，兩邊就有利咩？你認為做得大過啦？哦，這對做得好啦，咁就容易講嘅啦。咁你就講咗，嗱個餐沒有講好啦，訂貨送過來。俺兩家就開始做生意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好，跟我倆出來簽機啦。嗯，先生幾耐？哦，我講啊，點解阿莊股嗬，實在是很冇禮貌啦。明白咯。講下行到斷嗰街會咧嗬，佢看住冇看，隆隆重重樣闖下過咧，闖到嗌，害嗌險險打光脈。嗱，唔係佢講呢都要到啦，我絕對冇變過機嘅啦。闖到你啊，咁你要讓班冇咯。叫叔啊，我是係莊下人咧，牛股都冇眼揸噃，要讓班人。咁你坐下來，我有事情啦，我先走。等下，梁大哥啊，我老啲阿位嗬，就係每日一件事情。乜嘢事情？聽講嗰隻參謀是爆炸，就係準備樣嚟係麼？呵，我倆都可以簽機啊！我聽太過強阿姨。咁你搬開來好啦，呵，你倆聊，該了解我，要我嚟諗講，呵，你坐下啦，坐下啦啲，我先走。咩，梁大哥，梁。從來呀，就唔是用人開愛慕誒，就梁大哥開愛慕。從細哦，我就睇嚟梁大哥，
该莫讲爱呀，哎，就算系爱切家，咪信得过机。就讲该两太哥，人当咪爱信得过爱啊！爱热心好，是希望两太哥留爱谦逊啊！你唔是咁啦，做人很伢们哦，哪能做本脚脚来嘞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！我讲阿舅叔啊，梗係見過太世面嘅人呢，冇哪位來受難嗌到窮苦人啊！按兩沙講不清楚，係馬沙下苦。唉，當然咪係嗌下苦。你苦啊，係因為心肝大。我苦係因為我認命啊！阿舅叔，就拿你老兩太哥兩三個交錢啊，該就拿你是一生人了。按兩沙你啊，去你兩部嘅地方啊，講法吼，講好法，你有發出來啊？我嗱冇認輸，我是沒同意啦。係啦，阿舅叔，你係冇春手出來打，不過就你體會個氣呀出來打隻皮囊啊，個就老愛路當吃了。我是冇罵你哦，我咪冇罵你啊，不過阿舅叔，你老愛看作係外人，我嘅心肝都是一根苦呢。該就你罵我哦嗬。我冇啊。啊，我講你係人哦，我講你罵我就係你罵我啦，不過冇關係。我你係人哦，罵佢就唔好，只有一樣好，就係唔好讓人計較。好嘞啦，唔好壓啦，阿舅叔啊。你講兩話是好談哦，按兩沙兩話講開來啊，就冇事情嘞，喊你朋友。啊，你有錯點冇？我氣人就好。青菜魚啊，該你都是為咗冇啦。唔會咧，真是爆炸。我是看你哦，鬼都是壞心，所以又唔會要。講正經嚟哦，個個一禮拜年就過年了，你咪要算下命嘅啦。係喲，裝下人咧，生到出命苦，還是算乜嘅命咯？個反命講嘅啦，個舊年專門做過火上嘅，錯冇？算命我是冇麻煩啦，面上俺做得啦。哦，來啦，我想看下面相啊。老愛看下面相哦，該好，你做你看啦。我就看了哈。咁我就直接講你啦哈。你做你講，你莫怪我哈。唔會。你倆兩日冇就發福啊！我看你盲眼哦，該無謂咪看着拍啊，你咪看着無謂哦。你話皮頭啊，發瘋哦！我看你哦，你四條出去行路就被打光麥哦！哎呦，我阿舅叔啊，你講得有人啊冇人，你這真啊假啊！真真假真真啊！你咪啲，我係個北京咩？北京。係啊，我哋面上嘅本人哦，就係北京嘅天文台嘅學嘅。天文台嘅啲嗎？按西洋行東洋，兩天嘅人年啲啊，按兩沙兩去個東港，冇天就變一跌落去啊！不然那兩沙跌出去，
地球以为大江嘛，从个山呢会变肉酱哦。哎呦，你莫拿北京来吓太吓死啦！我唔驚北京，我咪唔驚大江嘛。你是講拍回心機，勝利做唔上。哎呦，阿舅叔噶，我同你講哦，我並唔係一個人，外來謀掠勝利哦。佢唔好講，我冇按到個現金，就算有啊，咪冇個彩條。我嘅心是希望梁大哥留我謙遜，梁大哥可比係牛皮，更愛笑。你就像個順夫人呐，可比係家結拜兄弟啊！咁啱咯。阿舅叔，你就係可比係諸葛亮。好聽，好聽啊！哎，家軍師啊，你看你必勝利，梁大哥佢會做呀冇做，佢會做，佢會做。唐講愛做好，愛先拿出一筆現金，馬沙講。硬一筆好，10年內愛交車。你係勝利哦，佢做嘅，佢一生年嘛。啊，一個人啊，一個人憑啱賺到現金冇？佢冇，我要。哎呀，我做出的阿舅叔發要讓財，原來你阿必勝利唔係梁大哥愛做，係阿舅叔愛做。你講我實在，我做到㗎。阿貴哥，我要叫報你，你揸錢冇？來啊，揸嘢啊！我報你。喲，其實落貨嘅呀，燒到暗氣嚇，像廚房用嘅，燒乜嘢？燒鵝。小鴨呀，佢落貨嘅哦，依難剃頭呢。你唔是講啱多啦，你欠人嘅錢啊，人來對我愛你啦。你撈到我請阿爸咧。我簽佢嘅檢查，我唔參嗌啊！唉，有件事情嗬，冇好啦，佢唔會本嚟錢呐。咁你係我老人樣班講咯。咩啊？唔係講阿爸佢唔會做嘅。佢會做。佢會做？想留嘅就全部佢做。想留嘅？佢哪有可能咯？佢自家講嘅啊。佢怪人陌生人啊！錯，我係老實人，我係老實人。唔過唔上啦，你就做錢欺負我老實人，以後欠我嘅錢你唔需要還我啦。講下個笑乜嘅嘢嘅？誒，咁我係報應啊！就係你欠我欠你還我好還你啊！啊，跟阿爸就唔會本嚟錢啊！哼，我人唔會插笑你咧。咁阿爸有錢何來包大人？你冇錢何來辦毒梟講到萬一線咯？哎呦，冇錢就會冇錢啦，冇人啊！
我呢唔會去偷，唔會去搶哦。我唔敢啊！你來，你來，你來來，我講你啦。你好，做你去偷200個錢，還是硬來講係個上了解，到個係上了解係猜到貴重嘢啦，都會信你。阿爸佢就唔會信。嘿，又唔得佢唔信啦。反正吼，佢唔會去上到係自家嘅奶油味，唔會攞自家嘅奶油撒起來啊。唔係啦，阿老唔講啦。有件事情吼，我一下就會冇錢，唔下200張來好冇？我天天安尼拿大位啦，吼。我老人報3天咯，咁你係5萬啊，3講8啊，我都冇嚟簽你啦。哦，我真係會俾人急死哦！我係一個報應天啊。龚先生，啊？你出去辦的錢，我想辦法幫忙。我一個人冇啊！該好哩，我來啲吼，就係對到呀。你是生意嘛，你本別人一多錢，就不愛幾多錢。你不掂的啊？冇唔想，阿狗說啊，你老我天手冇上了生理，跟買都有錢啊！我係俾你說瘋。我嗯，阿貴哥，唔同定咯，我老娘把這生意咯，我做過好事情啊！你所以記得咯，我了解哦，唔係出賣朋友。我去走了。我是去走了。我正經去走了。哼！喂，我就遇到了錢啦。我打咗就冇看到你，既然這個冇看到，你昨晚半夜出去就冇轉來，你肯轉來錯嘛？佢市場到嘅啦。萬一老人講我半夜出去冇轉來，哪個算啊？佢一定係阿總嘅啦，冇上啊。冇上係廿本樣係啊？佢唔會講，你起碼東西安心廿本樣啊？莫怪哦，半夜出門一個冇事哦。這個面床哦，小小暖暖唔衰啊，兩頓這個本樣，半夜吹那人痛哭咯嘛。哦對了，廿本樣是安全不要，不用半夜吹跳浴室。佢哦，真唔會表挨出去啦，嘿挨出家出去哦。搞一下的啦，你騙鬼呀？馬莎拉人搞，我出去搞是要賺錢咯。我老講，我出去哦，我賺錢賺來當做啲還債啊，係嘛？賺馬錢。係啦，我就會遇到一個錢啦。你要老闆下錢？哎呦，我就數槍嘅咩嘅，數到我3分鐘老就突突嘅呢。你講唔將係錢哦，佢見俾安倍嘅講我就看唔到嘅咧。我冇錢。唔係啊，佢唔是到安倍哦，佢動作哦，可能就會有人落來偷錢嘅呢。你乜抗議後佢哋錢唔到呀？我哪有地方可去呢？專業呢？係啊。好啦，好，我就將日嘅花嚟做啦，哦。
我就地冇地方去，跟错把阿妹上来。哎，阿舅说，唔可以坐安不提奶水。我话都系马啥？那什么人哦，全在头堂人讲话，唔係會人忘人哦，我行嘅富強，路槍有到廿幾天天，唔可以坐安不提奶水。連nhà兩公婆嘅事情，我係外人啊，我係冇方便問咩？我講啊，你也冇留佢說啊。阿舅說，按你講，實在係人忘愛做伴娘嘅人呢。伊連命從多路冇變到，愛愛娘你留啊！我又唔係嗰種後日被狐狸精哩，一下唔係娘太太嘅，就係狗碎碎嘅，上頭兩日就牙痛嘅痛，天生都係會想那麼人去下嘅哩。個人就係曉得誒，又唔會死呀，係嘛？係唔老人家按你講哦，係冇哦，我係正經愛罵唔正經。我講我心肝都會化哦，那真派什麼哦，全是虧咧。係啊，我就是虧。用你講做伴娘啥，就係是虧。有聽到冇？你阿舅說一會講誒，就唔啦，心肝暗恨。我夫人家嘅13年睇路卡，即個就出去攞杯水。嘅嗬，每樓叫會掉，嘅要隨條唔係去攞杯水啊，係嘛？係啦，全部哦就照日嘅花來做啦。阿弟哦，嗱，你有錢咩？馬啥講我有錢哦，我懶神嘛。唔係啦，哦，呢個唔爭係錢嗬，哎呦，我就冇命嘅啦。我嚴重啦，真見你啦！我中秋哦，我先去甲去洗開啦，我去沖洗開啦，哎呦，我沖鼻屎啊，沖鼻屎，哎呦，我沖鼻屎哦。唔試過，好唔試過，哎呦，阿舅說唔通看啊，伊講嘅係乜嘅話？有到義工路向拉薩。你說好好講講佢呐，廿兩啥吼，歲數就當定對喲。13年學壞哦，2、3年就冇好過哦。就係咩？論世事，愛人25，伊還太愛記些嘢。是講難就難到呀，還唔當人嘅太難些。不用唱愛嘢，細拉嘢路唱人還睇叫恁識得3歲之用誒。來世來鳥路還會認到。25歲哦，看唔出來咧，我話到20歲呢。佢係唔看唔錯嘅啦。跟你同過啦，我叫識。到咩就50。唔啦，我樣44呢。有冇講我愛你咯？愛你人家嘛冇。安尼韓國好啊，冇少冇理，自家穿自家試咩？哎呦，這3件事哦，冇擔冇對啊！阿舅說怕係老天公送來嘅福氣，有一道啥做得唱唔知那一些乜人有也福氣來講安尼嘅那麼人。嗱，唱了的後生什麼愛講係冇有啥，你條愛講哦，就個後生誒，咋咩？人道嘅啦。哎呦，當得我家個呢面，阿舅說看韓港按了手麼？人家講那面哦，阿貴說，我有目珠哦，我會看上色哦。是什麼人啊？我身上哦，
有西是叫什么？你爱我爱哪里？青少年有30蚊呀！哎呦，我讲你啦，我老唔讲，你按部头哦，徛去官呢，老伢把骂死哦，你就发财嘞。安尼哦，专门睇俺不是头情人系么？你有冇按人讲咯？我按部头去小睇咯，像人死人一样，喺半夜行起来就会表演。听讲阿舅叔同阿家关系好，伊天初会联系一阵咩？该面子的问题。伊以前讲唔好，一阵人啊，唔够好人请够快呀！唉，虽然讲不清楚啦，乜解係好，乜解係壞啦。你話人間冇乜解好老壞啦，二老廿把打死喺度，哎，就會壞啦。解好處就係講吼，佢吞氣咧啊，感覺唔就壞啦。解二老廿把打死佢，你發財咧就會好，係好就唔係壞，感覺唔係啊。佢阿爸呢，我做唔出來啦。我講佢樣正經呢，叫幾咩嘢嚟哦？朝乜嗌公路，個人哦比狗嘅基礎就行得差啦。嗌嚟聽書，記就唔能夠聽書。用你咯，人像咱愛人啦，冇用嘅。唔好安尼講，兩鑊含有熱，我嚟同準備幾項嘅菜。個人啊，也是迄隻走哦。等下好，我個王人去狀況打電話就轉來，天初冇一本唔過在，講我兩王人無情無義。唔係兩部嘅情義，係人嘅情義。來，嚇！呀！你哋愛人哦，嘿，打死人是唔敢，嚇死人當會啦。唔係咩黑唔是阿爸，我老人講件事情哦，佢廿咪就死啦。做唔得用棍的喲。什麼哦，比官的還能硬哦。哎呦，我就冇一件事啊，請我家嘅錢聽聽啦。佢廿咪就本錢嚟啦，我人講。哦，我成人講，你做唔得啦，撇啥講哦。大事嘅咩唔好講出去。好，嘿，我人講啦，吼。嘿。你起來偷錢，佢係唔本錢哦，你就去管他過去。佢哋唔好咩？我你來偷錢，就講哦，你本夢不到只血節節的死鬼，全部太死鬼，嫌佢爭吃到，冇本佢嫌佢本錢哦，去爭吃到。佢自講人哦。冇啦。講鬼嚇佢聽啊！哦，驚啊！也一個哦，得，嚇！我兩個天講人去，佢不要必好好做生意啊！啊！哦。我伫遐等规班主编，唔老去讲嘛该啊！我看见吼，冲得要行出去。伊那有嘛个事情啊？伊同我講嘅規班主編總開路係無當無對嘅事，冇聽錯過，伊係提示我嚟行唔嘅。就強求看出嘛该啊！看家樣係唔要搶叫本來看聽聽。伊同我講都有來有去嘅呀。规班主編呢，有按道嘛該好講嘅啊！梗唔知道。老公吼，有你做要治。我唔驚伊。天下做忙有要講嘅事情啊！一隻雙流嘅鏡頭也很吼，仲有人吼。伊佢唱同我講過唔係衣服呢。按樣行較好啊！按不呀，我就來做嘅事情。唔真叫我安尼做。啊，阿媽，唔真來嘅呀！
大家等吃饭。当然等俺吃饭啦。哎其他人呢？吃饱嘛？哎，大家我后面人先食啦，阿总个哦，今晚吃饱，伊能出去，我去屯菜暖手来。哦，行去。你咩样诶？啊，假上忙假做假，平常时啊，你上家盘下家，难事啊有钱呀。你咩说人样？啊，天外的风雨也黑幕啦。我想好咧，期望讲出神吼，我就先按一只催命本记，哼，等夜老虎一死，我就留田龟去献俘高级苗财害命。哎，迄无处理好势，怕是会害到唔吞爱哦。唔会，我要控定。夜老虎的吼，忙看到我就落去。纪念街吼，就唔是街哦。去献俘高一只相留的吼，贵做要死啊！阿舅说伊有语言啊，迄同到老小姑迄毛啊。也批乱啊，要不然那天山那烂头嘛，俺使你妈个无样无价个去过吃。哎呦，莫骗啊！讲笑呀！唔团出去啦，莫本人看到人谈论爱啦。好啦，莫骗啊！我走啦吼。就越演越好啦，伊煮来的比煮马啦。用慢来。呀，有给啊？嘿嘿，光好些嘞，佛天公早讯啊，我送过来。我看你按风信哦，我就对香哎。对，是包婆啦，那可能是美好一点啊，某一天啊，可能对美好血眼部。你不让嘞啊！就是冇可能你也可能你讲我两句话你就会走嘞啊！你说让你冇见咯，我就归他句话讲啊，你自家讲，你也走会错啊唔错啊？你对你乜計啦？我係要出去種錢啊，種200元現金，天公就算啦，見貨夠錢。原來係阿你咯，係啊，佢攝眼部未做咧，有名嘅婦人家兒童期過，一眼部也就斷掉。咦，我係諗做冇，我諗報説啦，有卡幾阿位唔會唔嘅睇，過2年就啲啦，有卡冇嘢做得，冇愛啊，做唔得。你也跳个，我也信了。电脑过来，我也跳个，你也信了哎。天公把早就安排好哎，俺俩老救命，啊救命！你点解就蒙错？你让俺自己来跳个。